客家人的歌声啊，当然也客家人有啊，也歌声啊，当然也客家人的传承啊，係嘛？客家人愛樣辦嘅呢啊，嗬，神猛啊，因為客家人長期在山方咩，山度啊，所以呢，神猛啊，嗬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《維基百科》嘅節目。我係徐貴陽，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兼任助理教授。今日我同大家上課嘅節目係客家粵語同民俗，到底客家粵語同民俗有乜嘅關係呢？今日呢，上課呢有請到3個同學。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鍾家基。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馬彩優。先生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陳冠。咱今日聽先生講下好客家文化。各位同學，大家請我嚟上課了，哈。好。大家平常同客人講下，客家人講下嘅時節，唔平常講法，會講到客家粵語冇啊？有，我有貴語條我同埋就按樣諺語嘛。有啊，係啊，有啊。係就聽過一句係人情好，似水甜誒。係啊。上拜嗰陣先生就老外人講嗰陣諺語咁樣。係啊，是國字拜書台灣嘅。應該意思因為確係嘛？係啊，因為咩？嗰時因為講人對人好嘅時節就按樣咩嗬？跟也愛講嚟講是國字拜書台是貴語咩有咩？福佬話咩有咩？客面客話咩有？會字拜橋頭。係啊，也都會客家粵語咩？因為客話反咗福佬話，係福佬話反過來客話。佢應該係相同嘅啦，重樣嘅啦，因為樣呢，藝術唔咩啊，因為貴語咩有啊？係啊，貴語咩？係啊，嗰種人頭看到祖先天梯對你按多嘅這個講嘅 MV 啊，就係有冇？呢度對天對地嘅感情講出來話咩？嚇，所以也做你人粵語嚇，係你先民。做係你嘅祖先傳下來嘅，即係講起關於講嘅智慧嘅結晶啦。因為從頭看天時，也看人情，結果佢發覺到，知道講，有安樣嘅情形，長期傳下來，想講呢個天時咪重要，今日你想今日落水，落雨，落暗太雨嚇，你咪有一句話講，義大五竿頭，行業唔是少。咁乜嘅意思？義大五竿頭，因為好多人講水大五竿頭啦，行業唔是少咁樣嗬。有種樣你話佢長期看天時，所以就講起來，嗰陣你唔係講全部連續落水哦，全部連續落水嘅冇算哦。呢個除非好天，早晨呢差唔多3、4點嘅，4、5點嘅。落水下來，落雨下來，跟住話義大五竿頭，五竿咩？五竿。喺啲咩？就3點到5點交，五竿咩？義大五竿頭，行業唔是少。有人話行業看到，佢落水落暗太，落雨落暗太，我點樣架曬咧？樣架曬咧？就會講會少咩？呢個主持人要講義大五竿頭，行業唔是少，就是講。都差唔多半組嘅時間，其實會填咧，也係先民嘅智慧啊，所以個長期觀察觀下來嘅啦，也做係你嘅粵語就嘅加出啦，但是唔係講簡白安樣哦，上下唔係咪個思想啊，思想報告哦，因為講粵語安樣講，思想做嘅安樣唔係安樣也是講。夾個比例，夾個可能有可能發生的情形，較多啲嘅案例啦，繼續長期觀察下嚟，而唔係思想報告。因為
其實間客家語言都得看出客家人嘅個性冇。客家人嘅個性啊，當然也客家人有啊，也個性啊，當然也客家人嘅群cham啊，係嘛？客家人愛樣辦嘅呢啊，嗬，神猛啊，因為客家人長期在山鄉咩，山度啊，故所呢，神猛啊，嗬，故所講客家人嗬。也講嘅人情體現報咩？人情都體現報啊，係冇？喺唔情就係體上錯啊，係冇？神猛啊，係也客家人神，因為客家人一講個性嚟講，客家人講當然也唔係講客家人個性一聽就講神猛啦。啊，當然，因為有客家人沒有難事嘅啊，因為難事啊，因為難事嘅係嘛嗬，不過因為客家人哦，喺也在山鄉冇山忙做唔得，故作客家人較勤勞嗬，故作講哎喲做起三週哦，當日講咩嗬，做起3日當日動安尼嗬，即講。也全部也講客家人嘅個性啊，當然係只係演義地方面做得看得起來。啊，當然拍出橋咧，因為當然當神猛嘅呀，唔係講客人當神猛啊，係哦。不過其實我知道，就係你像客家人地尾旅遊記，那種牛江吃醋有冇？牛江出汁，牛江出汁，牛江出汁啊！牛江出汁，唐山過台灣咧有冇嚇？有數過嘅啊有冇？牛江出汁，因為江嘛對嘛，江嘛嗬，牛江表示講人行業特別江山、江浦、江鹽嗬，結果呢中當到江嘛，咪將冇呢個太府就依就講江馬鹽對嘛，江馬鹽啊，就嗰單講嗬，太府都3年嘅啦，江馬鹽一條牌牙公啊，就叫佢出世啊！牙公啊，就叫佢出世啊！喺兩個辦到3年去嘅，佢全部特別中獎嘛，當辛苦。中吃婆嘅啊，錯埋喺後來當中嘅啊，大湖啊、太湖啊，喺兩種嘅。以前咩？佢13當過嗬，就係中獎嘛，獎嘛表示成發當刻苦啊，當辛苦的意思，就中間條東西啊，真辛苦，因為講嘛，當食皮呢，幾年種嘅，嗰陣人做唔得種呢，彎批嚟種，種嘅講嘛熟成起來就變種番薯，出吃那個吃啊，就係醋咩？醋啊，醋，跟住講係個醋啊，特別漢人講啲嘢，講到人哋呢，我講到。客家嘅民俗啊，諺語啊，諺語啊，嘅呢個民俗啊，然後呢，就講大家有食嘅東西啊，嘛東西，個醋啊，你講吃啊，客人講吃啊，嗰種東西啊，當然來腳啊，就講客人嚟講，食當乜嘅鹹啊，當鹽啊，鹹油嘅。當香啊，分辨一下嘅，當鹹是有可能，台灣人有呢，鹽椒椒啊，都是咧，偷油蘿啊，都是咧，老飯啊，偷油。嗰時唔係就裝油按好煮油哦，特別好，你煮油上嘅蘿喎，上椒係哦，咩啦又嗰時要偷油椒椒啊，有嘅那個鹽蘿蘿啊，就食咧嗬，一油啊。搭擺都要煮嘅時啊，那要按嗬。假使講客人是較鹹要做些啊，佢講出吃嗬，真件真辛苦嘅事情啦，佢醋酸哦，嗰樣實就變一些東西哦。唔過而家可以嚟講，吃啊對身體健康哦，可給客人都安全下來嗬。雖然辛苦啊，但是身體唔會壞啊。咱我還有香同油跟咩三層油是按香啊油呢，按盤開來。公園嗰隻當年。公園嗰隻種油氣是，跟埋呢油同香
跟樣呢，跟你嘅點心有啊，譬如講豬板鹽啊，菜包啊，個水板嘅啊，葉板有包嘅啦，條板葉板冇包啦，條板葉板冇包啦。咱也就吃到有蝦講啊，還有豬肉啊，都俾講啊。跟我哋鮮推客家米粉，鮮推客家米粉啦，那時候是不連的，以前迄就係像係去韓國有嘛，記得沒有葉板，記得葉板就係全部包。係啊，就冇包嘅係啊，條板葉板一啲冇包啦，條板葉板那就是對吧？瓜子啊，強麵啊，周有是葉板，平常是鰻魚是葉板咯，跟冇係是冇安尼啦，佢講客家人也個熬姜出豉，真係辛苦。講個油啊要上啊，佢平常咧要油上好身啦，鹹望色啦，挑油望攞啦，菜望色係容易。係啦，鹹菜乾望嘅呢，嗰是講客家較辛苦嘅，油上係標點心嘅時節。點心，譬如菜包啦，板鹽啦，水板的啦，雞蛋糕對，標到香標落去，做好食啦。像特別講，我個總統火車頭面前有一個送個賣水板的啊，佢講我哋也冇咧，而家個面前就正式交通啊，先生，我就聽講客家諺語裡邊度啊，就死夫法。做誒你關於講嘅歇後語。歇後語做客話係要講嘅功夫法啦。功夫法。也有人講太監法。太監法。我聽過死夫法，唔過係咪記了那麼個功夫法，還有太監法，我就客漢。我想請問死夫法係乜東西呢？要死夫法做你關於講嘅歇後語。歇後語做客話係要講嘅功夫法啦。也有人講太監法。我聽過死夫法，唔過係咪記了那麼個功夫法，還有太監法，我就客漢。因為講死夫法，當然一講法講出來大家都知道，喲，還會講，還會講，將嘢。做乜嘅就有師傅咩？一講話咩有師傅啊？一講出來冇聽人彈嘅神啊！唔係聽下冇聽唱這種嘅，係講出來有嘢就很多。係啦，就講我功夫法啦，有人要講我太監法，有人講太監法咧，乜嘅太監咩？太監唔對啊，太監啊！太監啊！太監法乜嘅太監？太監唔係就以前嘅種嘅小李子嗰種。好多下杯冇睇咧，下面沒有了，下杯冇睇咧。故說一種嘅師傅法，呢個太監法，最講像最講下像團靚嘅樣嘅，關於個米一樣嘅，係關於講團米一樣嘅。如果佢用法講出來時，講雙班機，下杯嘅意思佢唔講出來。像間你講嘅。大叫唔出門，大叫唔出門，就講佢大叫唔出門，佢一隻俗話啦。其實佢一隻俗話，就講慣用語，就講可能落水落動態，冇上去出門，叫就唔可以出門咯，人都唔可以出門，所以大叫都唔可以出門。就說人唔可以出門，大叫唔出門。唔講講嘅師傅話係講上班機講清楚嘅，想講觀音樣樣跌落井。觀音樣樣跌落井，拉闊嚇，拉闊，觀音樣樣就觀音佛祖咩？佢用我跌下去啊，佢冇聲耳度咩？我跌落去啊，跌落井，就拉闊，佢拉嘅，拉闊，所以也就諧音，拉嘅闊咧，就表示拉闊乜嘅意思？乜嘅闊就做嘅意思啊？一事情當難做，當冇做，拉闊香港乜嘢呢？北宮范炳講，北宮范炳講，范炳講就讚定下咩？就係讚神，神明見讚啊！所以一客家師傅你就冇聽談過，因為你講乜嘢東西，嘢唔講客家
唔做談唔識，係冇？呀，香港閻王家妹嘅，陽光加妹，閻王家妹嘅乜個意思？貴愛。閻王同埋呢種啊陰陽兩家啊，係冇嗬？佢嘅家妹嘅，佢家本乜嘢？閻王家本貴咩？貴種愛啊，所以貴愛，你後發中意嚟講，水曜無人愛啊，嗬，一種客家師傅化當係咩？當有意思，唔過唔愛真會講嘅人，當了解嘅人，按照談嘅事，有冇怎麼講出來？係咪師傅啊？叫歇後語啦，嗬，即係好多師傅化。我問下，就係從外頭客家語言地區度有冇？有冇個睇自家客從頭談到到神法有關係嘅師傅化？當然也講出來，就會從頭講嘅師傅化，所以就從頭講啊。希望家外講嘅貴愛係咪從頭講？佢唔可以講貴愛啊，就誒講獨當一時啫。啊，閻王家妹。其實就會有一定嘅關聯。當然神法有關係啊。從以前我哋談過，我先生講，種佢講鋼鐵愛學字愛讀書記，按用唔係從師傅化。佢唔係佢有諺語啦，諺語嘅師傅嚟講嘅，祖馬六彩言。哦，有一套。祖馬六彩言，又拜有佢家妹嗬，又講佢土心橋喎，又講祖馬嘅又又拜佢都祖馬六彩言咯。唔睇唔識啦，因為我哋太盤啊，太盤咧咪係祖馬六彩言，佢祖馬因為佢一走出去走出祖蘭出去，佢就鍵盤嘅天嚟啊，鍵用嘅嘴啊，突然鍵盤啊，太盤嘅意思講太嚟搶一下，太嚟即講開張一下，嚟鋪排一下樣，這種張揚這個我講太搶人下，按你意思本意講太盤，其實呢個太盤嗬並唔係講我腦嘅話啦，實在有一些嘅風趣，風趣嘅，哎呦要不佢做生意嗬，祖馬六彩言咯，安尼嗬，就太盤啦，也做師傅化啦，嗬，那種安尼，其實佢師傅化老諺語有一些嘅模模。諺語也好，尚諺也好，慣用語嗬，也同師傅化嗬，也同嗰度安尼全部上有很多尚語啊，傳下來。宋語啊，所語成熟的熟啊，成熟的熟啊，宋語啊，全部講啊，但是佢用個本咧，有時候清唔好本，不過師傅化都清清楚嘅，師傅化同諺語清清楚，佢兩百本個一則講清楚，一則記號下籠統。馬上一下陣。諺語同人哋都啲啊，即講有單機嘅，有兩機嘅，有三機嘅，有四機嘅，係嘛？唔師傅化知道一機下半一機團體冇講出來，有時不如馬這樣做唔啲啊。係啊。那現在想一啲有同吃的東西有關的諺語。食得有啦，跟人哋食當多啊，就譬如講上海嚇，我要靠戲，大家先喺邊靠到咧。將講西温西草。跟西文西草是講人哋食東西啦，食得諺語嚇，當然先講下就講木林嚇，毛氏酒，款款最多油，種走人頭毛氏走人頭咩？走人頭冇食酒啊，冇食酒啊，希望嚇因人就會款款地地啊，安尼，都係嗰啲啉酒啦嚇，像講家講嘅嚇，食果子。白薯頭係咪食咧啊？嗬，55一酸啊！嗬，貴月啲順便賺。即係有乜嘅意思？種食東西啊，合適啊，一張嘢出乜嘅東西，然後食幾張嘢，幾隻時嘅時幾個水果，嚇，種菜味重樣，比如講張嘢種嘢叫，嚇，像安尼嗬，種都什麼嘢做是菜頭嚇，種特張嘢。其實有乜嘅出乜嘅東西，你做食嘅
时出的季节食物啊，哈，按用当合你的养生之道啊，哦，这是咧个东西啊，係嘛哈？像講你講喺呢個現產咩有咩哈？因為3片姜，有一個因為3片姜唔是上藥房。我有聽過呀。哦，因為有咩哈？喺呢度啊，像嗰度其他乜嘅飯後一杯茶，我是醫藥茶。飯後一杯茶，我是醫藥茶。嗰度佢先生就冇成理，都冇乜成理嘅咩？嚇，都冇乜成理嘅咩？嚇，耶穌講認識東西一多啦，嗬，一講唔清啦，嗬，一講認識嗰度同個人啲民俗嗰度啊，嗬，一多啊，哦，認識嘅東西啊，食嘅東西啊，同人啲民俗啊，就咪一多啊。從4點鐘啊，用呢？嗰時講你食。本人腸也好啦，吼，本人腸也好，也講跟你吼，吃飯的時間，你作心嘛，作心就一下掉出來，就會按到4點鐘。哦，4點鐘就全雞咩？哦，全雞哦。幾隻雞我掉本人食啦，冇空頭空面啊。你咪是聽吼。4點鐘。先生啊，想問問一下，乜解係4點鐘？哦，4點鐘左右，你一般就頭半年搶嘢時間哈，出菜時天陽出來作餡啦，啊作餡哈，個作餡哈，青蔥油你看哦一出來哦，4點鐘哦，係全雞，你看哦，4點鐘不過4點鐘，一條出來哈，一腳米啊就4點鐘，表示係頭半年講。即4點鐘出來，嘛個也東西嗬，嘛個2本做下人事嚟啦。頭半年嚟講，今日哈我出到講，也係代表主人嗬，我稀客，很好客，講我歡迎人來，我幾隻幾本嗬，啊，所以說我幾隻本，本看到，哎呦，我佢全心全意。都要善意愛整。就睇人學係真係啱嘅。一個年客咧，唔可以要禮貌啊，跟規則嘅本藝，嗬，是跟藝做唔做食香腸啊？我要存啊，人講都是有剩下嘅，我要存啊。嗰度又貼出嚟嘅4點鐘嗬，就唔好去食太，比送轉移啊，要存。好，當然啦，有4點鐘係作餡啊，配合到講，跟你嘅心情啊，擺盞咧，因為嚇，擺盞你嘅，客家最有名就結漿啊，結漿嗬，客家最有名嘅嗬，呢個揾結漿當時偷油落去，就當好食。啊，嗰個咧西雲西炒，搞到食洋菜啊，係咪東澎派？係東澎派啊，係啊，跟你講食烤豆嘅。就改用風雞風肉，改電話出來是嗌就好，澎湃呀，海龍呢個鋪排呀，嗬，就當好嘅嗬。哦，最味出嚟係乜嘢咧？雞排啊，最味出嚟啊！睇見有一個出水果啊，最味。嗰之前就有個甜點嗬，甜嘅東西咩嗬，頭擺冇啱好啊。冇個一條東西，冇唔食洋菜最味出嚟，就係鹹菜糖。加西雲西菜如果要換鹹菜嘅嘛，鹹菜糖最味出。所以最味出嘅嚇，所以最味出。唔食按多菜落去，食到糖落去，個當然也做一隻關咩面香咩，面香最啱嚟出嚇，種最味個。你如果鹹菜糖就出了。表示差唔多了，差唔多咗嚇。跟你講，再早點嚇，跟住講，一般講嚇，小食就乜嘅，稻香魚咩，嗬，稻食唔就小米絲啊，這個坐落去啊，主人就冇干冇晒嚟啊，銀行唔變快啊，主人就會暢快哦。我講，差唔多啦，哦，今日嘅課程咧都一下結束咯。哦，你行一回再見，神蒙大家安住先。